小狗騙人。进来。常总，这是顾总让我交给您的。常总，您还好吧？哦，我没事。公司刚完成收购，抽走了集团一大部分的流动资金，我怕对集团以后的运营会产生影响，所以头有点疼。你说这顾总也真是的，说收购就收购，让大家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就因为这件事儿啊，所有人都弄得手忙脚乱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人家看完以后通知你来取。贺锦熙，哎，看看这些够吗？你这是干嘛呀？我看你挑来挑去那么麻烦，超市里的东西不都一樣吗？我全买了还不行吗？你这是在扫货架好不好？你选的这些东西用不到的。这不都一樣吗？说好今天都听我的，现在就想反悔了是不是？行，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好了，那我这边东西选的差不多了，我要去图书区看一下。哎，那这些东西呢？放回原处啊。我放啊？不然呢？不是。老方啊，今天他們小两口都不在家，讓露露呢隨便弄點什麼東西就行了，別弄複雜了。啊，是，老夫人，最近少爺跟少夫人的關係越來越好了，少爺都不怎麼出去玩了。是啊，還是得找時間帶着幾期出去玩玩。他是比以前啊懂事多了。照這麼看來呀，不久就會傳出喜訊了。讓他們多多培養感情吧。哦，你帶我約幾個人，我想打打牌了。好嘞。哎，好，哎，好。这段时间有事情，想没想我啊？那要不要吃好吃的？你们想吃什么？这是公司前幾天新招聘的人員名單，麻煩您給顧總看一下。顧總現在不在，回頭我就交給他。哦，好，麻煩了。您客氣了，方經理慢走啊。以前都是小蘇一個人來這裡，沒見過你嗎？小蘇？我也是第一次來，但是今天陪她來之後，還讓我挺意外的。小蘇是個好女孩，她上學的時候就到我們這兒來幫忙了，給我們小朋友買吃的、買學習用品，我們大家都喜歡她。哎，不過好一陣子沒過來了，哦，原來她是去談戀愛了。她前一段時間比較忙。但是從今天之後，我都會陪他來的。那就好，那我們的小朋友一定很高興。哎，你看，他和小朋友玩得多開心啊，小蘇。小伙子啊，小蘇是好女孩啊，你可得好好把握，要不然
那就是你的损失了。院长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你记住了，关于顾西城的一切，你都要向我汇報，尤其是他身邊新出現的女人。喂，苏小姐，是我。啊，上次跟您说的人事名单，现在已经报上来了。新来的人有王立业、胡敏、南宫琉璃。什么？南宫琉璃？对，南宫琉璃。啊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帮我盯着点，有什麼情況立刻跟我匯報。這個南宮琉璃還真是陰魂不散。顧西城，你今天總看我幹什麼？突然發現，你跟其他女人真的不一樣。有什麼不一樣的？我就是個普通人呢。我問你，為什麼院長叫你蘇小姐，而不是賀小姐？我最開始來的時候，不太好意思說自己姓什麼，就隨口說自己姓蘇。哦，原來是做好事不留名啊。那你以後去的時候，我陪你去。顧西城，你以後還願意來啊？對啊。顧西城，敢不敢跟我比賽啊？有什麼不敢的？比賽開始啦！我讓你100米。有那麼多的人來了又去了，那麼多緣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謝曾經有過那麼多胡鬧，才換來如今的回憶，可捨不掉。願我的心。喂，思源熙，现在顧西城身邊有一個女人叫做南宮琉璃，你想辦法把她弄走。南宮琉璃？